陶总，我希望这个房间里是辽阔完整的，看不见梁柱。但是结构工程师跟我说不可能。我当年啊也有一个设计，我是希望房子不在地上，然后飞到天上。飞屋环游记。对啊，这个设计好吧？浪漫吧？嗯。我跟工程师说了以后呢，他也说不可能，我很沮丧。那么，设计师的理念跟工程师的建筑有了冲突以后，该怎么办呢？那我就去说服他们，感动他们，让他们在美感的带领下调整结构设计，把不可能一点一点变成可能。祝贺你，离一个普通的设计师越来越近了。啊？普通？对，还不够优秀。那怎么样才算优秀嘛？你要站得高。一个设计师，一个优秀的设计师，是整个项目的 top leader。你要懂很多，不光要有艺术的美感，你要有力学知识、建筑学的知识，同时呢，消防、法规、预算、工期，你全得懂。等知道这一切的以后，你还要是一个非常好的沟通者。你要沟通预算团队、投资团队、建造团队、设计团队的种种一切。等做到这一切以后，那么恭喜你，你开始成为一个优秀的设计师了。这也太难了吧！好难的，但孙妮没关系，我看好你，你是有潜力的。真的吗？我一直以来那么努力，站在最高的位子了，可是怎么就站不到你身边的位子呢？你不是去和小萌开 CN 的会的吗？小萌说她有事儿出去一会儿，1小时回来。什么事儿啊？我不太清楚。去叫在俊吧，大家等他开会呢。在俊也说他有事儿出去一会儿。副总，你们两个大男人围着人家小萌干什么呀？哦，我们都需要他呀。对啊。小萌，都准备好了吗？哎，为什么今天方总亲自过来啊？不是应该沈特助先过来协调一下概念吗？第一次协调会，方总就过来，说明他对这个项目非常重视。小萌，加油哦！加油！方总，各位领导早上好，现在请看大屏幕。这个是 CN 地产乡间别墅的策划案。现今世界的过度开发导致自然资源的匮乏，人与自然的共存成为了我们延续生命文化的最大课题。自然是我们的家，是我们奥斯顿为此建案量身定做的新主题。各位请看，我们采用了最大面积的玻璃素材和白色建体，不仅可以反映四季的变化，还可以加强自然光的照明，减少用电量。
进一步，小萌，啊，没什么，继续。进一步的实现环保绿建筑的概念。谢谢。很好。谢谢方总。不过，这不是我要的项目。明明是个别墅，什么时候改成办公大楼的？小萌，你不知道？陶总，我不知道。最关键的是，连我都不知道，这不是好笑吗？陶总，真的非常抱歉，发生这样的事情，责任全在我。方总的秘书确实跟我确认过，但是我把资料放到了小萌桌上，没有跟他确认。你也知道，最近王龙泰的案子我真的分身乏术，所以没有跟紧。你要处罚，就处罚我吧。小萌，你看到资料没有？陶总，我真的没有看到，是我太不小心了，我太大意了，我完全没有看到，完全不知道，对不起。是一个大的信封袋，我记得上面印了 CN 的字样。孙副总还特别用便条写了“急件”2个字贴着，说是重要文件，让我立马送过去。我没敢耽搁，就马上送到他的桌子上了。文件看完之后，我放在了小萌的桌上。你有看到吗？再找一下。对，就是这个。是 CN 地产办公大楼的结案，对不起，我没有看到，都是我的错，全都怪我。陶总，这件事情还是处罚我吧，是我监督不力。行了，工作吧。孙总，来一下。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陶总，你就直接处罚我吧。我不是跟你追究责任，我是问你为什么。奥斯顿以前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是不是管理出问题了？怎么说这件事情错都在我。第一，我没有再三向小萌确认他是否知道；第二，我没有参与 design review， 所以我并没有及时的发现项目没有更正；第三，我没有提醒沈特助初步会议方总不用参加。如果方总今天没有直接目睹这个过程，估计杀伤力会小很多。这样子听下来，我感觉错在我。孙老师，我什么时候开始依赖你到这种程度的？副总，谢谢。对不起，我把这么大的事情搞砸了，
让你失望了。身为你的领导，眼下我说不出什么安慰你的话。你的确是犯错了。如果这件事情要给你一个教训，我希望你永远不要看清这个行业，对这个行业心存敬畏。建筑师的头衔看似亮眼，但如果没有投资方的出资，一切都是空谈。我知道。当然，这件事情我难辞其咎，我会负起全部责任。这一切都是我的错，我怎么好意思让你一个人扛下来？我才应该来负责。你准备怎么负责啊？我亲自去见方总，跟他道歉，恳求他的原谅。你才进这家公司多久？你跟这家公司的感情有多深？你又用什么身份去道歉呢？这间公司确切来说是陶总的公司，是我跟他一起打拼下来的公司。只有我跟陶总才能代表奥斯顿。如果下面人犯错，当然是我跟陶总才能出面道歉。你这次损害的不仅仅是个人啊，还有公司的利益。查！喂，不然，怎么了？小梦。CN 的案子出大问题了。
你知道吗？我对 CN 这个案子抱了多大的希望，是我得意忘了形。我以为我会成功的，没想到期望越高，摔的就越重。我全部都搞砸了。我想做一个好妈妈，我做不到；我想在工作上好好表现，我也做不到。我觉得我就像一个废物。别这样，我知道你很努力了，不要难过。周磊，怎么了？我搞砸了。喝酒不叫我。孙女，这几年辛苦你了。我才犯了大错，你却还说我辛苦，怎么听上去有点讽刺的意思啊？这2年，奥斯顿太顺了，我几乎都快忘了我们是怎么披荆斩棘、过关斩将的了。对啊，都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咱们2个应该算是最亲密的革命战友了。所以，你是在念旧情，不处罚我吗？谁跟你说不处罚的？这个酒里，我刚刚放了鹤顶红，把它干了。这次的事情呢，不能怪你。要说错，要说责任在我。我作为总经理，这个甩手掌柜当得太容易了，我太依赖你了。对不起。你放心吧，我会去和方总说的，我会办得妥妥的。这么容易吗？我可是你最亲密的战友啊！我是有伟大的本领的，你不知道吗？
原来是个乌龙事件。哎呀，没事儿，这个事情又不是什么不可挽回的大错嘛，对不对？小萌，你现在需要做的呢是寻求到这个方总的谅解，争取到第2次机会。我同意。李小萌，以后下次呢，我去奥斯顿开会了，我一定会帮你啊，留意一下你的桌面，不管什么急件慢件啊，我一件都不会放过，好吧？你还消遣我？你不觉得我够惨的了吗？好了，但是这个事情呢，有那么一点点奇怪。什么奇怪？别人不了解他，你说我们俩还不了解他吗？他做事情啊，就不是那种马马虎虎的人。那这么重要的文件，你不可能忽略啊。那有没有可能啊？这个文件根本就没有放到过你的桌上？不可能。副总他说了，他拿到文件的第1个时间就给我了。谁看见了？是没有人看见，但副总他不可能骗我的呀。而且就关乎到奥斯顿的声誉，孙妮不太可能这么做吧？但是有一点我必须批评你啊，你们在见客户之前，你说你和孙妮就不会对一下内容吗？这还不是正式的提案，只是一个初步的设计讨论。而且副总他还有很多别的案子要忙，所以我直接找的陶总啊。问题是，陶总根本就不知道项目更改了。今天副总因为我的错误，还被陶总责怪了。可是副总都没有怪我，他说他要负起所有的责任。我现在觉得特别的惭愧，更觉得难过。我一个人的疏忽，让 Brian 还有唐倩他们2个这阵子的努力全部都白费了。最讽刺的是，我连出面道歉的资格都没有。这么听下来，你们那个孙妮人倒不差，至少没有随便找个人替他躺枪。小萌啊，你要准备怎么做啊？虽然副总说了我没有出面道歉的资格，但我必须要负责。怎么负责啊？你不会准备引咎辞职吧？怎么可能？辞职是最不负责任的做法，我绝对不会选择逃避的。既然出现了问题，就要面对问题，解决问题，这样才是正确的。进来。方总约好了。已经跟李秘书确认过了。那沈特助呢？我希望他也在场。也确认了。走，出发。不是，是我出发，你要待在这里。我是总经理，我出面道歉比较好。这件事情我一个人可以解决，还不到你出面的时候。你以为我会让你一个女人独自面对这件事情？不是一个女人，是奥斯顿的副总。孙老师，这件事情呢，惊动了方总，我是总经理，我出面比较有诚意。可是你想过没有，如果方总没有来，丢的可是你的面子。陶总，你曾说我是你最得力的左右手，那就请您放心的交给我处理。我们可是同甘共苦的革命战友，我不会让你失望的。副总，请你让我跟你一起去吧。不管我有没有这个资格，我都应该出面道歉，共同承担。陶总，请你让我跟副总一起去吧。
孙副总，不好意思，方总在开会。没事，请方总慢慢来。孙副总，实在不好意思，方总刚刚会结束，但是又开始了另一个会议。没关系，我们继续等。等久了吧？没事，方总呢？哦，方总跟客户吃饭去了。方总不是挂念你们，特地吩咐我来跟你们打个招呼。确实到饭点了，特助跟我们一起吃个饭吧。不麻烦了，一会儿我还要跟方总他们去会合呢。罗曼建筑公司的罗植，人家刚刚从德国回来。正跟方总分享一套他在德国看到的办公室建筑新潮流呢，那一定很精彩。特助啊，我就开门见山了，这一次我带着属下亲自登门谢罪。再者呢，希望跟您这边约个时间，看什么时候方总方便，我们上门来汇报一下关于办公大楼的设计方案。这事儿不是翻篇了吗？这事儿不才开始吗？哪能就翻篇呢？我们全奥斯顿的员工还指着二位大驾光临给我们指点江山呢。既然如此，那副总我就实话实说了。CN 从来没有跟奥斯顿合作过，这一次呢，也就是意向上有个默契，概念上来个初探，看看对不对眼。既然对不上，那就和和气气，好聚好散。我们知道方总这边呢，一时半会儿没法原谅我们，你也消消气，这样行不行？1星期的时间，1周之后，我们保证拿出最完美、最优秀的方案给到你们。1星期？太久了吧？不久的，时间是很紧张的，那么大个工程项目呢，再说我们的人事压力。既然这样，就算了吧。3天。沈特助，给我们3天的时间，我一定会交出办公大楼的设计方案。倪小萌，你是不是设计师啊？那么大的工程项目，你随口说3天，1个星期的时间已经很吃紧了，你不知道吗？你指望公司派多少人力帮助你啊？3天的时间，你可以拍胸脯保证，你可以拿出一个完美的设计方案吗？如果这一次你不能让方总满意的话，那我们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方总是不可能再给我们下一次机会的。即使你不强出头，我一样可以想到别的办法，挽回方总，让 CN 继续跟我们合作。你3天说的轻巧，你把全奥斯顿的员工逼上了绝路，你知道吗？现在好，我们就陪着你一起证明你自己。
只有3天。对呀，3天。早知道他那么冒进，就不带他去了。3天，这时间呢是短了一点点，但是都说出去了。你什么意思啊？陶总，你知不知道我们公司同时进行的案子有多少？你实在不用如此让步吧。如果真要负责的话，小萌应该为这3天的期限负责，用他原本的人力团队提出设计方案。那你什么意思啊？你是说就他、Brian、唐倩3个人就完成这个任务啊？可能吗？你觉得他们是007啊，还是 Tom Cruise？ 啊？孙妮，我跟你讲，如果一个公司保护不了员工，成为不了员工的后盾，那就注定失败。我不可能看着员工冲锋在前，我在后头坐享其成啊，不可能。但时间只有3天，你要不要再考虑看看啊？怎么样？没见着方总。去了那么长时间，怎么没见着呢？一会儿说他在开会，一会儿又说他在开另一个会，再来就是去吃饭了。最后派了沈特助来见的我们。还真够厉害的啊！避而不见，让你碰软钉子。哎，小萌，你还看他干嘛呀？这都死胡同了。Brian、唐倩，我对不起你们2个。你们跟着我努力了这么久，最后竟然被我搞砸了。哎，这不怪你们，我们也有错。你们哪里有什么错？要不是我们把所有的数据和资料都堆在你桌上，你也不会看不见文件啊。不对，这事儿太奇怪了。哪里怪？那么重要的文件放在那儿，我要是看见了，我不会把其他东西往上叠的。你是什么意思啊？不是你放，是我放的。我不是那个意思，Brian。好了，你们别追究了。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弥补。方志都不肯见你，你怎么弥补啊？虽然我没有见到方总，但是我答应沈特助，我会在3天内把概念设计给他。什么？3天？你开玩笑的吧？这是不可能的任务啊！有一部电影叫《不可能的任务》，最后不是都完成了吗？柠檬姐，那是电影。我不管是电影还是传奇，我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奥斯顿因为我的疏忽失去了这个案子。小萌，我帮你。谢谢。OK， 我交友不慎，算我一个。这样吧，龙泰的项目我们停工3天，全力支持林小萌。谢谢。好吧。好，加油！再亲一下。陶总，大家应该都知道宁小萌和 CN 3天的约定了。陶总，你不会是要劝退我吧？我知道3天很过分，但我不会要求公司给我额外的人力支持。宁小萌，这3天以内，公司所有的人力归你调配，奥斯顿会全力支持你。什么？何在俊，放下手头所有的工作，全力配合小萌，有问题吗？我已经这样做了，陶总。站着干什么？时间很多啊。哦，工作了，来，弟弟，快！不要再过去了。来，快点！到了。那这个可以讲好。详细行程就是这样。那小萌，那所以这几天你都要住在公司啊？是啊，现在1分1秒都得争取。那在俊呢？在俊和我一起，
我们现在就是轮流回去梳洗。现在我最放心不下的还是妙妙。哦，这个你放心，妙妙交给我啊。还有，如果你们需要缺什么，就跟我说，我给你们送过去。嗯，好的，谢谢郑磊。别客气了，好吧？来，快点！好，郑磊，将军叫我了，我要挂了啊。等陪我我这样。胡言，接下来3天我的所有行程全部取消。出什么事了？小萌那边出了些状况，接下来我要全力以赴的照顾妙妙。妙妙的事儿没得商量了，帮你把会议取消吧。但是去北京的机票都已经出票了。那要不你飞了？知道了，退了。从现在开始倒计时，我们只有72个小时，1分钟都不能浪费。我先跟大家汇报基本的经济技术指针。这块基地的总楼地板面积是……帮我把手机充一下电，5分钟就好了。找我？我今天见到方总了。嗯哼。方总已经答应跟我们合作，而且是直接签约，所以小梦不用再大费周章了。那我去告诉他们。等等。怎么了？我不想喊停啊。为什么？我们的目的不就是要跟方总合作吗？现在已经做到了。来一下。你看，奥斯顿有多久没有这种齐心合力、同仇敌忾的场面了？不瞒你说啊，我现在很激动，很兴奋。你记不记得当初我刚介绍奥斯顿的时候，我们就几个人吧？多少个不眠之夜就像这样，开会讨论做模型，然后发牢骚骂老板，哭天喊地借酒浇愁的，你还记得吗？我记得。你说，我们的每一张纸都是这个城市的记忆。建筑和人生活在一起，建筑活在我们的记忆里。就算哪一天建筑被拆了，但记忆永远在。所以啊，孙老师，这3天 ，enjoy it。所以老爸和阿姨要睡在公司哦。没错啊。他们的工作很难吗？挺难的，就好像你的暑期作业呢，只给你2天时间，必须全部完成。啊，这么难哦。所以压力很大呀。而且你阿姨又希望把这个事情做好。是老板给他们出那么难的工作吗？不是啊，是阿姨给自己的一个挑战。为什么要出那么难的挑战给自己啊？没有，
人啊，有的时候呢，要给自己一些压力，压力可以转换成动力，然后呢，你才知道自己的极限在哪里。哎，我们这样好不好？我们来一张照片发给他们。好啊。给他们加油。好了，好好写作业哦。好。小萌，妙妙吃完饭再写作业，你们加油啊！我没想到你会亲自去邀请方总过来，我还以为把报告书送过去就可以了。这个简报啊，不光是给 CN 做的，不然呢？我要方总亲眼看看我们奥斯顿员工的小宇宙有多强大。够了！欢迎大家来参加 CN 地产办公大楼的简报说明。以上就是我们的规划。虽然这份报告设计的是 CN 地产的项目，可是它的精神属于我们全体奥斯顿的同仁。谢谢大家这3天以来的参与，我相信这是我们设计生命中比建筑更难撼动的回忆。谢谢。
做好了，这个给你们俩吃。首先呢，我要感谢在俊这几天陪我一起熬夜，还有郑磊，你替我照顾妙妙。不客气。多吃点。哇，这是你做的吗？当然是我做的啦，你小看我啊。试一下在美国不是白待的。好吃，林小萌，恭喜你，恭喜你创造了一个奇迹啊！奇迹真的是奇迹。只是我现在在担心方总他会不会喜欢。哎，管他喜不喜欢，我跟你说啊，就算他不喜欢，也不能否定你的成功，对吧？你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放空、休息。我是该休息了，忙了一阵子，我现在才感觉到我身体好疲惫，头都疼。赶紧好好睡觉吧啊！睡醒了，什么都好了。是，那我得赶紧睡了，明天一早我还要去妙妙的学校说故事呢，这几天都忽略她了。行不行啊你？行啊，妙妙对我来说永远都是第一位。晚安。晚安。晚安。做的真的很好吃啊！小萌睡了。快打呼呢。哎，这两天够累了。幸好有你啊，陪着他。干嘛？这么严肃？翟俊，我有问题要问你。那你说呀，干嘛？你认真的回答我啊。你是不是还喜欢小萌？是8年前的事。那现在呢？现在当然喜欢。虽然她是妹妹的妈妈，仅仅就因为这个？就因为这个。小磊，你跟小萌啊都是我的好朋友、好同学。如果你们两个能走在一起，我会很高兴的。小萌要怎么样才能明白我真正的心意啊？心诚则灵。你的咖啡。谢谢。方总怎么讲？小萌提出的方案，方总虽然没有完全满意，但他觉得我们3天能够做出这样一套完整的方案，也挺能体现诚意。 So，
所以他希望尽早安排签约。我知道，就算没这3天呢，你也可以搞定方总的。但是有了这3天，事情就完美了。小萌也算是把危机化成转机了，对吧？CN 的案子你让谁负责？不会是小萌。虽然他的补救让你感动，但如果没有犯错，也不需要补救。好，孙老师拿主意吧。那没事，我先走了。副总，您找我。你提出的方案并没有完全符合方总的期待。哦。不过呢，方总看到了我们的活力和诚意，所以希望安排尽早签约。真的？这3天辛苦你了。能够有机会让我弥补我的过错，真的是太好了，谢谢你，副总。没事的。那我先走了。副总，这有一份文件需要你过目一下。哦，对了，今天晚上我订了同样的餐厅，同样的位置，红酒也准备好了。知道了。那我先出去了。在俊，你好。你好，你好。哎呀，好久没有看到你来接妙妙了，今天怎么有空了？是啊，我最近接了个项目啊，是比较忙了一点。刚好我刚刚开完会，我看时间还早，刚刚来得及来接妙妙。哦，毛豆跟我说呀，晚上妙妙要来我们家玩，我跟小萌说了，就让妙妙在我们家吃晚饭。我可是买了上好的蹄膀，昨天炖了1个晚上呢。哎，你要是有空啊，一块儿来呗。我手艺可是1级棒的呢。不好意思，你忙哈。喂，石副总。喂，今天晚上你有空吗？你吓我一跳，你怎么来了？你忘了，我还欠你顿饭呢。为了感谢你帮赵奶奶忙的事儿。真不用客气了。可是你不让我请你吃饭，我过意不去啊。我晚上呢想去看看妙妙。哦，妙妙让我姐跟毛豆接走了，她今晚上去我们家玩。啊，那以后见妙妙还得约时间喽。对啊，
那现在就只有我了。不是你真不用了，别破费。那好吧，那感谢的事就算了。我约你是有重要的事要跟你说。好多蛋糕呀，挑哪一个好呢？好，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你帮我挑一个嘛，口感醇厚一点的。你喜欢吃榴莲吗？重口味。要不这个挺可爱的，圣诞节。要不这个吧，看起来蛮有品味的，我也喜欢这个。是吧？那就这个了。你好，我要这个。好的。给我买蛋糕啊！有人生日啊！对啊，有人生日啊。今天哦，生日快乐！谢谢。所以有没有这个荣幸，请你陪我过生日呢？哎，过生日应该跟你的亲人啊、好朋友一起过了嘛，跟我过干嘛呢？这么浪费，对吧？可是对我而言，你就是我的好朋友。行。你怎么了？总是唉声叹气的，遇到什么困难了？我是遇到困难了。你平时不都活力四射的吗？今天就感觉天都塌下来了。确实有个事儿难倒我了。什么事情啊？工作上的，还是家里边有什么事情？是感情的事儿。感情？失恋了？我都没恋着呢，上哪儿失恋啊？没恋着，又是感情上的事情。我想想啊，那你这是……我喜欢上一男的，但是我又不知道他喜不喜欢我。你说人家失恋吧，好歹有一个一翻两瞪眼的答案，我成天在这揣个心，猜来猜去，都要把我憋死了。你说我到底该怎么办？你这就是典型的单相思嘛，没错吧？明白。哎呀，我记得我第一次在奥斯顿过生日的时候，那天晚上我工作到凌晨3点钟。我工作完抬头一看，整栋大厦一盏灯也没有，就剩我一个人。
我呢就拿了一支笔，在白板上画了一个蛋糕，一支蜡烛，许了个愿。我告诉自己生日快乐。哇，奥斯顿有你这么卖力的员工，难怪越做越好。但从那之后，我就告诉自己，那天不能够安排事情，我一定要给自己过生日，而且我一定要来这家餐厅吃饭。这有什么特别啊？对我来说有啊，因为刚毕业来上海工作的时候，我经过这家餐厅，我觉得这里的装潢好漂亮啊，可是菜单更漂亮，我根本就吃不起嘛，一顿饭要我半个月的工资，所以我就说，以后呢，我要到这里来过生日，跟自己喜欢的人点自己喜欢的餐。但是等我有能力来这里的时候，我都是一个人，自己跟自己清楚。那你没有别的朋友了？工作算吗？但是今年不一样了，来，因为有你。赶紧吃吧，都凉了，我会讲话。白正磊，你下班了吗？童丹找我一些事情，怎么了？今天妹妹去毛豆家玩，我做了晚餐，你要不要过来吃啊？你和童丹已经在吃了。那没事儿，你们吃吧。没关系的，行，拜拜。哦，好，拜拜。没什么事儿吧？没事。那你还没有解决我的感情问题呢。我是这么觉得的。首先每个人感情呢因人而异，每个人状况都不同。你要根据你和他之间的这个感觉啊，从你自己的内心上寻找答案，再做出下一步的行动。问问你自己内心。那我决定直接问他。可以啊，我觉得可以。那你的答案是什么？郑磊，我喜欢你，我喜欢你，我喜欢你。重要的事情说3遍。好，辛苦。你都喝了不少了，慢慢喝。我开心啊！今天是我那么多年来过得最开心的一个生日了。下午秘书提醒我的时候，我还在想，今天晚上要是能有人陪我过生日就好了。没想到我的生日愿望那么快就实现了。对，生日开心很重要啊。对。我上个洗手间啊。
from me. Meet again on the bumpy road to love. Still I'm always one who ain't changed my life. No. Take that away from our romance will end on something. 你终于接啦？我是孙妮。副总，怎么是您接电话？在俊去洗手间了。今天我生日，他陪我庆生吃饭呢。哦，你有什么事儿吗？我可以转告他。哦，没事。那副总生日快乐，我先挂了，拜拜。You changed my life. 向王董事长，您的快递。你怎么了？心情不好？今天难得下班早，做了晚餐，也没人回来吃。哦，那么巧啊！从植物学的角度，我也算个人，我陪你吧。进来吧。OK。斌子啊，今天有个好消息。哦 ，delicious。怎么了？你最近去蓝翔技校进修过了，厨艺见长了。我觉得以你这个厨艺，你现在给我当这个设计师啊，太浪费了。要不这样，我呢出双倍工资，你到我家当全职保姆，天天给我做饭，怎么样？你什么意思啊？你觉得我应该去你家做专属保姆啊？对啊，每天可以这个做饭、洗衣服啊。少废话，我们先干杯。OK， 庆祝一下，庆祝我们赢回CN这个大客户。祝贺奥斯顿。确实。喂，干什么？是酒不是水，慢点。没有，今天就是想多喝点，我开心。你喝醉怎么办？喝醉没事啊，我要是喝醉了，你就把我扔在沙发上走掉就好了，多方便。不是，喝醉了我怕我出危险。我还怕我出危险。来，我们再喝点。慢点。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祝我生日快乐！来，谢了。我来啊。孙总啊，今天能够跟你一起庆祝生日，真的非常的高兴。
那么今天呢就今天就要再续一场。我们可以聊天啊，我们可以喝酒啊，唱歌啊，看电影都可以。哎呀，这个孙总，这不行啊，我明天还要上班呢。我这要先回家了我。那有什么不行的啊？一个人回家多无聊呀。不无聊啊，在家里我女儿还有我女儿她妈妈就等着我呢。你不是单身吗？我是单身啊。但是我现在是跟我女儿还有她妈妈一起住。可是你不是跟郑磊一起住的吗？那是一开始的事情，后来不是了。不过呢，这私生活的事情我就不方便说太多啊，希望你明白。看来我得到的是错误的讯息。孙总，真的抱歉的，这个对，这个单我已经买了，然后呢，我真的要先走了。对，生日快乐，再见。生日快乐！谢谢你送我回家。我就住楼上啊，我也要回家呀。那你就是陪我回家。童丹，我还是要告诉你，很抱歉。你先别说，因为无论你现在说什么，我都会觉得你没有考虑好。我还是说，呀，你们俩杵在这儿干嘛呢？吓死我了！那个，刚好一起回来。我正好要送妙妙回去呢。不用了，那你把妙妙交给我就好了。哎，那好，那好。哎，垃圾丢一下啊，我去把妙妙叫出来啊。不无聊啊，在家里我女儿还有我女儿她妈妈在等着我呢。你不是单身吗？我是单身啊。但是我现在是跟我女儿还有她妈妈一起住。不可能的爱不会再重来。打败了，来吃个胡萝卜美白。
Cheers。何总，来了。哎，大设计师，我们庆祝呢。不参加吧？来。我不去了，我刚吃完啊。行，不打扰你们，慢慢吃啊。OK。不尝块牛排啊，很好吃的。好，我们继续喝吧。啊，最后一杯了啊！不要影响明天工作。OK 了，就这样了。啊，我还想喝，好了，你先别走。好了，今天就这样吧，改天我再请你喝，好吧？乖乖睡觉，听见没有？乖乖睡觉，别闹啊！你去歇会吧，我帮你洗了。干嘛？哎，走吧，赶紧去休息吧啊！那个喝多了吧你是吧？去吧啊！来，苗苗，我们回来啦！老爸，我回来了。拜。哇，你在洗碗啊？怎么样？赶紧洗澡去啊！哦，好。快去吧啊！庆祝什么呢？不是我，陶然刚来吃饭啊。好，小峰好像喝多了，你去看他吧。听说你喝了点酒，头不晕吧？不晕。那就好。来，喝点茶，小心烫。谢谢你把妹妹送回来。时间也不早了，你早点回去休息吧。好啊。小萌，晚安。
睡不着啊？嗯，小心被着凉了。早点休息。谢谢。今天腿有疼吗？好多了，应该没事。昨天你们做那么多菜，庆祝什么？方总决定跟奥斯顿合作了。很好啊，怪不得台湾会来。本来我是想找你和郑磊一起庆祝的。你不打给我们？其实也没什么好庆祝的，我只是把我的错误弥补过来了，把原本属于奥斯顿的案子给他补回来。昨天郑磊，郑磊怎么了？没什么，吃吧。这一次我们好不容易重新取得了与森源地产合作的机会，所以我不允许这个项目再有半点差池。项目方面我有所调整。唐倩，你接手这个案子。我？小萌原先的概念设计你优化，方总那边有问题你随时调整。知道了。那小萌呢？小萌继续在这个案子里负责支援唐倩。好。那么下周一唐倩这边把你的想法汇总给我。好，时间没问题吧？没问题，放心。请进。副总，下午3点琉璃博物馆执行长会议，4点半是幕墙工程公司会议，还有晚上9点美国公司与您电话会议。好，知道了。副总，我以为小萌不会再参加这个案子，你还给他一次机会，你对他真好。我重新考虑了一下这个弃车保帅的方案，我想保帅，也想保车，把宁小萌留在案子里会非常有趣。副总，你没事吧？啊，没事。那我先出去了。
这次孙副总对你挺宽容的，好好加油。我知道，我不敢大意。走了，去哪？吃饭。我不去了。为什么不去？你说我才刚犯了错，你就要请我吃饭，这太说不过去了吧？这谁说我请你啊？你请我，我没钱。你别闹了，况且我还跟郑磊约好了。没关系啊，你叫他一起。下次吧，我先走了。等很久了吧？小毛，公司突然有个状况，所以耽搁了。没事没事，不好意思。这个还给你。我不想看，也不能看。张磊，我觉得青春是一首美丽的诗，它已经写好了，任何人都不能随意更改。一旦更改，就失去了它原来的韵味。所以，我不想看。青春那么美，但长长的一生，走得最急的，往往都是最美好的时光。所以我们拥有的美好时光，其实十分短暂。这份时光属于你我在俊3个人，我们任何人都没有权利篡改那些回忆，所以我不能看。8年前的信，我不能在8年后阅读，那对我们共同笑过哭过的青春太不尊重了。给你来杯咖啡吧。想什么呢？我走过来你都没听见？没什么。不会是我把思莹的案子交给唐倩，你不高兴了吧？怎么会呢？唐倩在国内的资历比我久，交给她是正确的决定。谢谢副总，还给我这个机会让我继续参与。我本来以为我犯了这么离谱的错误，应该是没有机会了。过去的就过去了，你已尽力了，别放在心上了啊。副总，你就不要担心我了，我一定会尽我的全力支持唐倩的。好。CNN 的案子我倒不担心，但是有件事吧，我想和你打听一下。什么事啊？在俊有个女儿，你知道吗？而且她跟她妈妈的关系非同一般，你知道吗？哦，我最近跟她走得比较近，难免会胡思乱想。原来是这个事。你知道怎么回事啊？我想他跟他女儿的妈妈没什么，只是好朋友而已。好朋友啊？哎，
他单身哎，单身怎么会有女儿呢？难道他们是未婚同居？不是的，应该是这么说吧。那是他室友的女儿，对，他很喜欢这个小女孩，所以就把她当做自己的女儿来看待。原来这样啊。那我就放心了。副总，你跟蔡俊，不要跟别人说，我信得过你的。我不想看，也不能看。张磊，我觉得青春是一首美丽的诗，它已经写好了，任何人都不能随意更改。一旦更改，就失去了它原来的韵味。所以，我不想看。青春那么美，但长长的一生，走得最急的，往往都是最美好的时光。所以我们拥有的美好时光，其实十分短暂。这份时光属于你、我、在俊3个人。我们任何人都没有权利篡改那些回忆，所以我不能看。真磊，有人找你。我不是说了不要见客吗？磊叔叔，是我。没别的事，我去忙了。毛豆，你怎么来了？我妈妈今天去北京出差，放学又比较早。小姨说我放学后可以先来找你。喂，郑磊。喂，童丹，你把我当临时保姆也给我说一声啊！毛豆跑我这儿来了。我没让他去你那儿啊。啊？那他说是你让他来找我的？我真的不知道。这样，我一忙完就去接他。不好意思啊。哦，好。毛豆，老实交代，是不是撒谎了？我没有啊。但是我的话还没有讲完。小姨说我可以先到这里来找你，但是要先问过你有没有时间。嘿，我说你个熊孩子啊！下次不能把话说一半了啊，得说完，听见没？好的。雷叔叔，你今天看起来好像心情不好哎。你应该去看夜景的。看什么夜景啊？昨天小一看完夜景之后，回家洗澡就一直在唱歌。你心情不好也应该去看夜景啦。对不起，对不起。睡着了。不好意思啊，我不知道他怎么跑过来了，没打扰你工作吧？没事没事。好香啊！什么味道啊？红糖姜茶。
也喜欢这个味道啊？嗯，咱不应该喜欢红酒或者是咖啡吗？哎，每个人都一样，那有什么意义？是吧？特别啊。小萌，这是开发区的案子，到时候你登记一下，我会跟你联络。可以，好吧？倩倩，合同好了吗？啊，好了。还有这个，孙副总，您过目一下。先放我这儿吧。好啊。赛俊跟小萌怎么会这么亲密？小姑娘，阿姨，你有什么事儿吗？你是不是我儿子的朋友啊？您的儿子是郑磊啊？您是郑磊的妈妈？是啊。那阿姨您是怎么知道我的？那天我去郑磊的办公室，看到你们俩啊谈得很欢的，我都不好意思进来了。怪不得呢。留个电话号码给我好吗？我们好联系。好，我给您输进去啊。童丹阿姨。好，阿姨，我先去上班了，我先走了啊。好，拜拜，电话联系。好，拜拜。童丹。好了，那今天先这样吧。那各自回家住今天的问题，想想有什么方法解决，好吧？好，明天继续开会，再见。你今天不用加班，是吧？不用啊。你看一下，我们把这个。自从 CNN 的案子出错以后，我就没有自己的项目了。其实这样挺好的啊，是稍微调整一下，它整个把它做成马赛克。好。这不是在俊的 U 盘吗？我问我。喂，我正好找他谈事，你给我吧。可以趁这个机会休息一下。还有妙妙呢？你这当妈的多久没有陪她去逛街吃饭？这样你说？你说的也是，我今天就立马回去，带着妙妙去吃好吃的。还有我这老爸呢别丢下我呀，知道吗？原来小萌就是在俊的室友，孩子的妈指的就是小萌。姐，知道吗？阿姨对我可好了，就一直拉着我的手说让我上她家吃饭呢。哎呀，你这个人啊，就是自来熟，见了人家第一面就真以为人家是你婆婆了。那我要是跟郑磊处得好的话，她很有可能就是我未来婆婆呀。是。那你们现在有在交往了？有来有往，不就是交往吗？那他有跟你告白啊？没有。不是姐说你，我呢也是觉得郑磊这个人还不错，但是你是个女孩子啊，你至少要站在远处观望一下，人家心里到底有没有你呀，对不对？
哎，姐，你妹我就不是这个个性，我就喜欢直接一点，干嘛老防东防西的？再这么下去，我都要成剩女了。好，好，好，你别怪姐没提醒你啊！你要是有一天受了感情的伤害啊，你可别来找我哭诉。姐，你能不能别老乌鸦嘴啊？哎，我就是乌鸦，嘎嘎嘎嘎。不跟你说。这周末就到家里来吃顿便饭。哎呀，不要有负担嘛，就随便聊聊啊，就这么说定了啊。好。喂，妈。儿子啊，哎，这个周末到回家吃饭啊。哎，我就不回去，我忙着呢啊，我就不回去了。哎呀，回家来吃饭，妈给你煮了爱吃的菜，就这样啊。喂，妈，不是我真的，哎，请谁到家里来吃饭呢？神秘嘉宾。嘿，搞神秘啊你！哎呀，你老说我逼郑磊做他不愿意做的事儿，这次我一定要让你对我刮目相看。你是说，请他到家吃饭这个人是郑磊想要见的人？当然了。哎呀，在想什么？就想妙妙的事情啊。妙妙的事情。你知道吗？妙妙还是个小 baby 的时候，就已经天天给我惊喜了。什么惊喜？有一天，他突然间对着我笑，然后我都看傻了，然后我就赶紧去拿个相机准备拍下来。结果我相机拿到了，然后摆好位置了，然后等了一天，他都没笑。然后当我把相机放下来，他又笑了，气死我了。所以啊，他从小就是那么有主张啊，我笑，但就是不给你看，怎么样？不给你拍。还有什么好玩的事情？还有他6个月的时候，然后有一天他哭得很厉害，但我发现他嘴里面有个白色的东西，我以为他吞了什么东西，然后我一直看，后来我才知道原来那是一颗牙齿。那是他第一次长牙齿啊。从那天之后，我才知道原来牙齿都是从下面先长出来的。谢谢你。学什么？谢谢你能告诉我这些，通过你讲的这些点点滴滴，我就能感受到妙妙的成长。如果你想听的话，我一想起来什么，我随时告诉你。我有你和郑磊2个朋友，真的好幸运。你知道这好。不管怎么样，你和郑磊2个人的恩情，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的。一辈子？这么严重？我说的是认真的。我经常在想，我们3个过了5年，过了10年，甚至过了20年，会变成什么样？真正的友情是永远都不会变的。不过将来你和郑磊各自成了家，都有了自己的孩子和老婆，到时候我也希望我们可以经常出来聚会叙叙旧。那么遥远的事情，
那你自己呢？你自己不是也会成家的吗？我没有想过这些。现在妙妙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我就想要好好的把她养大。你早晚都要给妙妙一个完整的家的。我相信老天爷一定在某个地方给你留着一个很好的人等着你呢。阿姨，我在唯品会上看见的这件衣服，款式也不错，正好是今年流行的，也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哎呀，你那么客气干什么？叫你不要破费嘛。阿姨喜欢的，喜欢的。那个，你看这孩子多懂事。郑伯伯，我都忘了自我介绍一下了，我叫童丹，儿童的童，一片丹心的丹。哎，老伴，想什么呢？应该给你打招呼。请问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我是上海市民警，新手上路，女子跆拳道2级，还会游泳、射击和攀登。哇，功夫好，我们马上就有安全感了。就是啊，满意吧？你跟郑磊是怎么认识的？街上抓小偷认识的。郑磊什么时候帮你抓小偷？其实是个误会，反正认识以后我们就成了朋友。我还发现郑磊是住在我家楼上的邻居呢。你说这2个孩子多有缘啊！你以后要经常到郑磊家串门啊。妈，我回来了。哎，你怎么会在这儿？是我让童丹到家里来吃饭的，这就是我跟你说的惊喜，怎么样？那个是阿姨让我先别告诉你的。开心吧？童丹，多吃点啊！阿姨，你做的菜真好吃，是吗？那以后常来。谢谢阿姨，我自己来就行。郑磊，你怎么吃那么少啊？我吃挺多的。多吃，你多吃点，这个虾你不是最爱吃吗？你不用给我弄，你是客人嘛，应该照顾你。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啊。吃，好吃，多吃，你太瘦了啊。排骨不错。你尝尝。怎么好意思呢？你是客人啊！阿姨，我平时在我姐家也是这样的，没关系。这孩子真懂事儿。哎，阿姨来帮你。哎呀，不要，阿姨，你别沾手了。你是客人啊！没关系的，就这几个碗。哎，儿子，你妈好像误会童丹是你喜欢的女孩。就刚才这一进门，吓我一跳。不管怎么样，我倒觉得童丹对你有意思。我和童丹就是刚认识，而且呢，他就住我楼下，仅此而已。这样就好。那你要跟人说清楚啊。是要说清楚，但这种事情怎么说？要找机会啊！哎呀，现在我妈掺和进来了，必须说清楚。你怎么认识我妈的？就是我那天出门上班，正好碰到阿姨到楼下找你，然后她就认出我了，说在家具店见过我，我们还互留了电话。怎么样，是不是很有缘啊？这么巧啊！对啊，这就叫缘分呐。
冯安，我为我妈今天的举动跟你道个歉。道什么歉啊？今天大家不是都挺开心的吗？我妈老是想让我找对象，逼着我结婚，哎。可怜天下父母心嘛，我能理解阿姨的举动。那个，童楠，我觉得有些话还是说清楚。我觉得我们俩之间还是做朋友比较合适。为什么？这种东西有的时候是没有为什么的。你不喜欢我？你不喜欢我什么？你得告诉我呀。感情这个东西有的时候说不清楚、道不明白的，它是一种感觉。那你告诉我，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先回去吧。姐，我回来了。回来了。怎么样？跟你未来公婆吃饭吃的怎么样啊？挺好的，他们家人都可好相处了，我们聊得特别开心。那你运气还真是不错呢。哎，我刚泡的茶，要不要喝一杯啊？不了，你喝吧，我先回房了。啊。说好的永远，牵着手走遍全世界。童楠，我觉得有些话还是说清楚。感动的眼泪，我觉得我们俩之间还是做朋友比较合适。我没为什么？这种东西有的时候是没有为什么的。你不喜欢我？你的眷恋何时能改变？无解。你不喜欢我什么？你得告诉我呀。我猜。感情这个东西有的时候说不清楚、道不明白的，它是一种感觉。不可能的爱不会再重来。拍 MV 啊，这么忧郁啊？那天我把信给小萌了，然后呢？
他把信还给了我，看都没有看。